希望有缘人上岸，脱离六道轮回苦圈。他把圣道传给你，他把三宝传给你，赐予你平安回到地天。先生菩萨一起下凡，只为来找你。不要为了世间名誉，你灭了自己。苦口婆心到处献花，都是为了你。生命短暂，感谢上天不离不弃。你是时的沙呀萨徒儿，圣诞众人都不再多，提供与我们温暖，装在心窝，点亮他生命的火。你是时的沙呀萨徒儿，就像父子般情深意浓，放下心中的执着，快乐生活，认真修道就有收获。不要觉得修道难，不要觉得烦恼累，前线都是这样走过。有你修伴更灿烂，积极精进到五百，跟随前线脚步往前。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，一心度众生。白天鲜花灿眼神里，满心真欢喜。自从修道，人生变得更加有意义。是修相伴，一路有你更加温暖。你是时的沙呀萨徒儿，圣诞众人都不再多，提供与我们温暖，装在心窝，点亮他生命的火。你是时的沙呀萨徒儿，就像父子般情深意浓，放下心中的执着，快乐生活，认真办道就有成果。你是时的沙呀萨徒儿，圣诞众人都不再多，提供与我们温暖，装在心窝，点亮他生命的火。你是时的沙呀萨徒儿，就像父子般情深意浓，放下心中的执着，快乐生活，认真办道就有成果。
是我们今天能够得到，也是我们今天有很好的因缘，也是我们的祖先过去是有积德做善事，还有我们累世的修行，这一次成愿而来。当然还有我们的佛缘以及根基具足，今天我们才能够顺利得到道。那其实，在佛经里面也有记载的说，天雨虽大，难论无根之草。那其实这句话就是在说，我们是想的话，如果说一个没有根源的草，那就算说天上的雨水再大的话，那天上的雨水没办法去滋润到它，这个根草也没办法生长以及生存嘛。那今天他有就说佛门虽广，难度无缘之人嘛。那现在我们虽然是大道普传、名师降世的年代，虽然这个道已经普传到全世界，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善因缘具足的话，今天我们要得到道的机会也很难啊。那因为佛经里面有记载说，佛门虽广，难度无缘之人啊。佛门虽广，亦三不度。哪三不度呢？第一个就是说无缘者不度，第二个就是说无信者不度，第三个就是无利愿者不度。那各位前贤就会想说啊，佛菩萨很慈悲啊，那为什么他们不去度化他们呢？因为啊，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善因缘具足，所以呢，就算仙佛菩萨要度他们也很难啊。那我们现在来后学来跟大家做个补充，什么是无缘者不度呢？通常啊，我们在说一个人佛缘很好嘛，然后根基很好，其实我们从这个人啊，在平常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这个人都时都常存着一颗善良的心、慈悲的心嘛。像这样的人，他就是有一个菩萨的心肠啊，所以他等到善因缘具足，他自然能够逢贵人，然后贵人自然能够引他进佛堂，他自然能够欢喜来听闻佛法，他自然能够顺利得到道啊。那后学在说的善因缘具足，就是在说大道普传、名师降世的年代。像现在我们是三期末节嘛，那也就是大道普传的时候。那我们师尊师母两位导发人，他应了这个天时以及时机，所以他来道庄下凡来传道。那当然我们还要得这人生。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身体的话，我们要怎么去修道呢？那要怎么来求道？更别说要来修道。当然还有我们要生在中华生，而不是生在一个很遥远的国家，或是伊索比亚落难的国家。这样子我们要得到道的机会就很难。当然还有我们祖德护庇着我们，还有我们累世的修行，这一世成愿而来。所以等到我们这些善因缘具足，我们自然能够顺利得到道。那如果说各位前贤啊，想要顺利得到道的话，可是我们又没有这些善因缘具足，我们要怎么能够得到道呢？其实，在平常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常常多做善事，多与人结善缘嘛。那就是心想好事，口说好话，身体做好事呢，多种善缘，自然我们能够逢贵人啊，贵人就会引我们进门，自然我们就欢喜来听佛理，也能够得到道。那这是后学在说的无缘者不度的原因。那第二个就是在说无信者不度嘛。什么是无信者不度呢？如果啊，各位前贤们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求道可以了脱生死，求道可以改变命运。那跟你说了那么多求道的好处，可是呢，你们还是一样不相信求道的好处。那后学跟你说再多，你们也不会来到佛堂来求道啊。那后学在说求这个道，这个道是什么呢？这个道啊，就是
圣经里面在说的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啊。那圣经里面在说的这个我是在说谁呢？当然，这个我就是在说我灵性的真我，也是在说我这个肉体的假我。我这个肉体的假我是会生住意念，也就是说我会生在这个地球上嘛。那我住在台湾，那我这个身体呢会随着时间而老化而来改变，所以我这个身体我是会生老病死。那我也有我的灵性，这个真我是在说我的良心本性啊。我这个良心本性它是不会随着时空的变迁而来改变，因为它是真理呀，它是真实的。那或许在说，如果说我们不相信这个道的存在时，那我们就已经丧失了我们做人的根本啊。那我们做人的根本就是丧失了我们的良心本性，那我们就是违背了我们最基本的仁义道德。我们来试想一下，如果说花草树木如果没有根的话，这个花草树木怎么生长及生存呢？那何况说我们今天来做人，我们灵敏本性是来自于上天给予我们的，是我们良心本性啊。如果我们丧失了这些良心本性的话，我们就好像是一台火车嘛，行驶在轨道。那如果说我们脱了轨道的话，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危险呢？那如果说你们还是不相信说求道可以了脱生死，可以改变命运的话，就算说有些佛要去度你们也很难啊。那如果说今天各位贤贤来到佛堂，只是因为人情因素，朋友约你来，你可能认为说我来这边烧香拜拜，求得平安而已。那可能说你不了解这个道的至尊至贵在哪里，可能你今天来到佛堂，只是跟佛结善缘而已。那下次要再约你来佛堂的学习的话，这个机会就很难。那么各位贤贤，那今天是不是与佛只是有缘无分呢？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可惜呢？